分享真到现场，也下现场咧有来嘅两位讲师妹哦，也下首先就先来分享刘飞仪。大家好，我到刘飞仪，今晡日同歡喜來到呢位。好，還有哪一位講師妹咧？也就是小永珍。大家好，我係小永珍，今日歡喜來到呢位。嘿，哇，聽得出來吼，雖然兩位吼聲音係同台南個同緊重吼，係啊，因為有陣時候啲安尼簡單嘅小嘅可能就比人家條啲創意更加困難嘅感覺嘅。一開始我就聽到吼，永珍就見。對歡喜來到呀，連樣勁啊，因係勁配嘅時候嘅，也係有較輕鬆一些嘅冇？有啦有。咁下上一趟吼，有看到唔嘅同學吼來小嘅免費，而家兩啥咧，我來帶來係哪一隻戲劇咯？愛家同神聰，愛家同神聰，愛家係愛家還係愛家？愛家要價還係愛價有冇？大家搶着價，係愛啦吼，愛情嘅愛啦吼，愛家同神聰，做啲老太家小記下也係劇情咯。做得故事底部都係出嘅講，唐僧就是要去西天取經，經過捱嘅五鬼嘅鬼王嘅提防，蜘蛛精知道之後，然後就來我的國家，然後來跟我借身體，可是我不想要借，但是他還是就是他應該是說他是附在我的身體上，因為他要附我的身，想要跟唐三藏結婚，他才可以長他的道行500年。唔過其中嘛，佢總唔得用自家地圖嘅身體就好誒。因為我懂這。我要靠他，然後接近唐僧。所以他有講過吼，較這年就會打入冷宮咧。沒辦法，我是妖精，所以不會被打。他就錯嘅。對，嗰種唔就係老幾家身體，嗰種唔就係地圖經，嘿，啊唔就係國王就錯嘅，錯，就是女兒國嘅國王。嘿，啊青米咧。會有結局嗎？結局就是他還是要去西天取經，然後我也是沒有辦法跟他在一起，因為唐僧沒有辦法跟人類談戀愛。對，不過佢有動到嘅土地呀，為了佢有條天數就錯嘅。錯，因為大家就提到呀《西遊記》係超有名嘅咩？好來講呀，唐三藏去取經嘅故事啦。我也係有做一系列改編，吼係冇？也把喺改編係強用喺線上嚟做一啲改編，係冇？對，我們有請范陽青老師，就是對客家俚語跟客家話方面比較有研究的老師，然後來幫我們做一些改編。對，就改做一類愛情戲，沒有武打嘅部分就錯嘅。不過家下有講到嘅，就係地圖經咩嗬？因為地圖經嘅部分，做對老大家講一下地圖經會做乜嘅？我有妖媚還係嫵媚還係用嘅角色？妖精的部分，它就是需要非常的妖豔，然後邪氣，對邪氣，然後時代下就會來皮洋嘅，有嚟皮用嘅係冇？錯，還有就係有武打嘅部分，因為唐三藏挨搶到三重係了後，還有嘅孫悟空會老挨打凶打，嗰所以畫面看到嘅係呀，做呀紅色嘅衫褲嘅係唔係冇？紅色係矮，紅色係唔就錯嘅，就係地圖經。錯，嗰種也係地圖經係啲嘅做嘛，要動到人嘅種係冇？係因為我手上有兵器，然後他們手上也有兵器，然後我們就是有一個武打的套路這樣子，然後我要把他們打走，對。嗰種唔咩俾打武就錯嘅，咩俾武功哦，也係本單學嘅就會。係，本來就係武丹。武丹係你自家嚟做咧，現在你想要嚟做武丹嘅係冇？係我小時嘅，我就想愛做。做乜解咯？因為家家有做呀武丹嘅部分吼，可能就會較豪邁豪氣，有可能哇，你看呀種胸片都有氣勢呢。係啊，因為我看到學長姐啊當武旦，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很帥，所以我就想要跟他們一起學習。哦，因為大家有想嘅度吼，有動就係小丹啊，吼花旦嘅部分啊，吼就會細妹嚟做。不過還係有動人想咩對呀武旦係有興趣嘅係冇？係，我有青島嘅同學也係學武旦嘅。嗰個也咩型嘅興趣，唔講唔咩要做過花旦冇，係咩要做錯嘅？唔講唔係係較好武旦嘅部分，做得挺同啊嘛解。係啊，因為我較
觉得唱的话对我来说比较困难一点。哦，古时候迄舞担咧发给冲就较小一些的，嘿冇？冲，冲到它就会无长的嗓音，那你就更大就会，嘿，啊你就一冲哎。然后它当然也有一些台词啊，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主要是练习的过程当中成就感吧，因为他练的过程很辛苦，然后我们都要下腰那些啊，对。可是，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别人就哇好厉害哦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虚荣，被发现了。不过呀，真正要有本事的啦，你真正要有叫做垂挑掌每本家就知道哇，动腔动张地位表演安尼，唔系太家知道哇，动强松呢啊抬脚啊，嘛个翻跟斗动电单，无呀周青就会各种各种安尼都太好，安尼劲练起来，也咩唔系太家练得出来吼，练得起来，有动动你咩咩风气的没有吼？有青岛同學啊啲高中嘅時節就講哦，我冇愛塗嘅，然後就轉學，没有就錯嘅。有，古說一下就會碩果僅存，去蕪存菁有冇？像呀比爾咧，比爾去甲對呀武打就較無興趣就錯嘅。唔可冇興趣啊，因為我各種是有受傷，對，所以就是在練一些武打或者是軟的方面，我可能就是比較沒有。不能再去做那些動作。哦，對對對，嗰時候你就會做呀手單和那法單的部分較多。嘿，手單，哦，就是一些比較大家閨秀的小姐這樣。嗰時候像唔要到安尼情形啊，像有輸送啊，和迄較好呀武單的部分啊，其實迄身上就清了解係冇。嗰時候佢到第一分批啊角色的時節，就會針對唔要到想要做和迄適合唔要到的角色。來做一分批安尼。欣賞會問愛到，然後我們就會說，我們比較想做哪個，老師也會給你提議這樣子。古時候這樣是一開始的時節，係欣賞就知道來適合來做一個國王係冇？因為應該是說我們也是就是自己學生有討論之後，然後跟老師說看。然後談看，然後如果適合的話，就我就來演女兒國國王這角色。古時候方面看到的呀，就係日擺嘅扮相係冇？嘿，也就係嘅國王，嘿，國王吼，就是女兒國嘅國王。對，古時候就細妹嚟做安尼。嘿，因為國家地度就會女人。對，古時候你要到一開始嘅時節，像大家還有問過，就係你要到對呀歷史啊呀歷史嘅部分，聽說有透過係冇？透過正經嘅《西遊記》嘅部分啊，這樣來了解一下你日擺，而來做嘅愛家同上衝嘅部分。有，我們作為一個演員的話，我們就會先了解這出戲，它原本是在講什麼，然後我們再有改編的戲出，然後去揣摩這個角色。唔講你做過按度嘅戲劇地度吼，去家知道親有成就感，還係知道親神奇嘅那隻角色有做過嗎？也係《西遊記》裡面嘅三家八九三。哦，鐵扇公主哎，對，喊黑這種，就是你好像還是比較喜歡那種嬌氣跟那個霸道的吼。對，可是他們就可以這樣，藐視別人。唔講唔冇想，做一類就係平常時，然後唔平常時冇強用角色咧，冇強用性格的角色嘛。有我也有做過小丹衝嘅哦，哇！就是冇強用嘞，對啊，然後對我來說有點難，然後我也是一直拉着同學說，趕快教我唱這樣子，很緊張。比咧，你試過有做過乜嘢看難忘的冇？有，就是丫鬟的部分。丫鬟，我比較都是大家閨秀那一種，然後就是比較沉穩，個性也可能比較沉穩一點。然後如果要走一些比較可愛俏皮的，我就可能比較不行，因為自己很大隻，做起來可能就會怪怪的。他發跳的話，係唔係啲衝強當後面會感受到較快樂啊、較歡樂的感覺呢？錯啊，因為中國對我來講，我也比較可以掌握。就是唱的話，我覺得我還蠻喜歡去挑戰。然後唱念的部分我比較喜歡。
嗰個4年來，其實大家就有簽到，較適合自家嘅那隻角色、那隻身份就錯嘅。錯。唔過人家就咩係像家下兩位強用，就係其實唔係太細，一下張做嘅按度出戲劇，其實啲各種還係各種就開始有接觸有動到真正有表演嘅經驗嘅吼。係，你係從國小嘅時節就你來讀。唔過家下有講到，就係一開始嘅國中啊、高中啊來做就係戲劇嘅部分，其實會動辛苦。唔單止要有基本功以外咧，像武擔呢把，還會讓我來做來訓練，係冇？係啊，就會從很多的東西就要重複的一直訓練練習這樣。那我們只要手上的兵器都會有很多，我們有大刀，然後也有槍，然後也有短槍，這樣子。哦，又係武擔將愛訓練咧，唔係大家通識課程就愛學，唔是。不是，就唔係武擔做對來個別訓練安尼。然後下腰要下得比人家久，會停定安尼。對哇，真勁嘅訓練起來，唔過一下做得畢業嘅吼，你係咧成就感就錯嘅。唔過聽講兩啥來到現場吼，而來唔係衝一趟啊，而來對戲一趟俾大家看係冇？係，就係日出日愛家同上從地度嘅細一趟就錯嘅。錯。好，來表演俾大家看。國王，你係好人，我去判事通嘅帝都太賢。太賢，你會做乜嘅？我為了讓你加一項東西，你會讓我食乜嘅東西啊？就是我嘅身體。我嘅身體，我嘅身體不能食，我嘅身體不能食。看我一發。哦，我哋看法是的，啲天使紅就會有特效，有冇？就會變身啊嘛，家就錯嘅。唔過啲呀，當紅吼舞台當紅應用嘅來變身咯。，MV 噴煙，然後我們就會用旋轉的方式，然後交錯，然後我就下台。哦，鼓手變做地圖見係喊係。非議就錯嘅，唔係我嘅同學，哦就變咗另外同學就錯嘅，嗰時候唔就唔見咧，唔就唔見佢咧，唔係唔見佢咧，錯，嗰時候會有第三人，係，我唔錯，哇，又喺戲真嘅，來變去就錯嘅，其實強則一隻角色沒有目標用嘅人來做就錯嘅，像家下嘅免費有兩啥來做，也咪係變身過後加身體過後就會讓嘅嚟同學來做。錯。唔過呀，做戲來變戲嘅過程，其實觀眾朋友係可以分得出來啦，吼，分得出來啦，吼，還有打字幕，嘿，真嘅，睇下吼，視幕流動吼，安尼啲嘢匆匆啊，吼啊，眼都唔啲嘅匆啊，其實係有視幕嘅啦，吼，大家做得看嘅吼，所以咧呀，吼，我依家同三衝行係有乜嘅精彩內容嘅，等下陣部分大家啲有一下先嚟睇看下。